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真。那么大选你已经选定了，你心目中想要投票政党了吗？咱今仔日来一个特别的，无钱无人是要安怎选？无钱无人为何爱选？保证金一个人就爱20万，无钱是讲甲喙角全破是无半项。多元价值的政治，敢是永远无希望。来，首先绍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的秘书长何武勇。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二位台湾绿党共同召集人李敬吉。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三位台湾基金创党主席陈奕哲。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时代力量发言人林义莹。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呢，是安怎那么做这集？就因为前2天中选会在历史上头一届举办着政党电视政见发表会，无线电视台呢嘛轮流播送着各政党的竞选宣传单。不过政见发表会的时阵是依照着政党推派不分区的人数来决定，这也是讲台湾基进啦、台湾绿党这种小党。就抗议讲，拿绿白三大党呢，一党就15分钟，啊，因这款小党呢，上少的只有4分钟尔，实在是无公平。你感觉呢？小党长不大，大党变恶霸。史上第一摆的政党电视政见发表会，各无线电视台播送各政党的竞选宣传单，但是3个小党伫中选会头前认清，批评中选会制度对小党来讲并无公平。在公共资源分配方面，例如政见发表会以及电视广告时间的多寡，竟然与提名的人数成正比，也就是与参选保证金成正比。国民党、民进党跟民众党，他们有15分钟的时间，可以完整的去呈现他们的政见，很难求取曝光的小党，他只能够挑重点讲，就是让大党继续更大，越来越大，超级大，然后小党长不大。我们的国会里面永远没有办法多元，因为小党要先撑过很多财务上的辛苦。因指出，政党电视政见发表会的发言长度是依照各党的不分区候选人人数，这造成大党有15分钟，但是小党上底只有4分钟。另外，放送竞选宣传单这部分，大党有10多分钟，小党上底却无够1分钟。有没有愿意先口头的表达你的意见跟想法？你们的意见我们会带回去研商。接下小党代表的陈情，中选会代表面对小党的提问，并无做出真侪回应，敢若讲会甲意见早登去讨论。小党代表指出，这摆选举无时间修改制度，希望后摆选举进前，中选会会当公平对待，让小党有发声的机会。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咱头看这个新闻大吼，从伊讲各小党吼，也有这个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是算作是真心酸的机会啦吼。看到大家踮咧中选会头前去抗议，啊，伊提出来讲早登来研究，啊，就是即摆就是安尼吼。但是呢，阮来甲制作人讨论讲，啊嘛上无吼，啊即摆吼大家来讲，但是我坦白讲吼，刚才要选4位要起来讲吼，阮就头壳就要摸笑啦吼。所以哦，各位也把握着机会吼。头一个我咧问讲，到底吼，到底即摆即个选制吼，咱大家知吼，即个用即个比例制。但是我一个问题就是讲，恁哪会无爱亲像他拄仔像即个抗议的场面，大家夹起来。大家夹起来做一个小党联盟，吼啊！你3%、伊5%、9%加起来嘛有10几%，10几%咱就照轮照聘啊，这敢有可能？因为各党，阮的客户就，阮的即个内面的同事就讲，无喏，啊有的党甲有的党啊，相搭啊，啊无一定啊，倒一个党无相搭，吼，这我先到咱即个欧巴桑联盟。
好，主持人好。其实吼，美国啊有一个比较政治的学者吼，Norris 伊有讲过，伊比较咱选举的制度吼，那是一个政治，伊吼是一个单位来做这个政权吼，伊当然会当统治，啊，佫会当较有效来治理这个国家。啊，毋过若是咱的国家追求的是多元的社会、多元的意见甲声音，安尼这个国家的选举的制度就是会支持。无共款的小党啊，继续安尼竞争啊，淡薄仔时阵会当互相合作。所以咱台湾本地就是一个移民的国家、移民的岛，所以本地就有足侪多元的声音、多元的族群、多元的语言，吼啊，所以我认为讲台湾，阮徛踮遮所有的小党，认为讲小党会当咧议题顶悬来合作，啊，毋过咱无一定，敢若是看选举的时阵才变做伙安尼啊无，若是安尼，咱选民嘛会当感觉足奇怪，安尼到底咱的党，咱坚持是啥物？咱党的性格是啥物？就会无够清楚。所以阮认为讲，阮会当徛踮遮啊，坚持吼小党踮遮插政治，就是因为讲，咱认为台湾的政治应该搁爱有搁较多元的声音，吼，互咱的政治内底有无共款的小党，安尼咱入去国会也是议会内底的时阵，就会代表无共款的族群、无共款的声音，安尼做伙来参详，安尼才会当真正照顾到咱社会多元性。所以在恁的欧巴桑人民的看法是讲无咯，咱就平常时就是阮家己一个啊选到底，理想坚持到底。理想坚持爱。这平常时有议题来互相串联安尼。对，因为咱的有小块议题吼是真正是共款，但是实际上我头仔咧问讲，实际上咱就是咱必须要讲，咱的这个爬数就是无够遐，连这个补助啦，我来读一下吼，我头仔看到，我相信真侪观众朋友唔知影讲这个补助吼，来，咱来看这个补助，这个补助真趣味哦，我相信真侪观众朋友唔知吼。你若有2趴，以后3摆选举会当直接提名不分区，对，吼，无需要讲要摕10名的区域的立委，对，你就袂遐辛苦，啊，你爱找人头，一个分20万，哦，敢若我知影讲你敢若立这保证金，就一个头2大，哦，这头一个3趴，你就会当有政党补助款，比如说业者恁的党，来台湾基进，恁有3.16%。有2236万，虽然少啦吼，不无小补哦，这是啊，这5%哦，你就当分配着不分区胜数。但是这吼理想咱也拢尊重吼，刷了尾你请教着政绩，恁安怎看？哦，这关于这个问题，咱立党有经验。阮差不多咧，2015年的时阵，甲社民党、社民党，咱甲社民党诶有合作，阮合作绿色盟，是一个新的政党。哦，当初是咱是就是有考虑讲小党嘛，较歹生存嘛，咱就是成立一个新政党。啊，问题是当初是大家讲应该会超过3%，嘛是无成功。结果大家讲讨论以后啦，嘛是各自分开啦，因为确实讲不同政党确实有。不一样的主张，嘿啊，嘛是关心的议题无共款。伊是阮绿党。所以恁在迄摆即个联合的经验真歹，大家会小冤家，敢若讲我要吵架、吵架人就吵袂使。啥物人要排第一名？都无这就是讲啊，这个要怎么排？啊，你的支持者讲啊，为什么第一名要和社民党？啊，为什么第二名要绿党？啊，这就是内底较歹安搭。哦，所以你认为讲，敢若咱内部就差冤家来归去卖？对。安尼吼，那业者你安怎看？我感觉吼，台湾的小党毋是无机会，啊，台湾小党主要拄着的问题，毋是各党吼，各个小党联合起来迄个问题。其实台湾现主时的选举歹选的原因，尤其对小党来讲，歹选原因是咱选举制度拄着诚大的问题。我先甲大家报告，其实咱有2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台湾民主转型，其实某一个程度已经陷入一个困境，迄个困境迟无法度吼会使超脱出来。台湾呢民主制度的困境是啥？台湾民主转型足简单的，即几年吼，我拄着真本土派的前辈，因定拄着一个问题，就是选举的时阵愈选啦，因为选举搞因就足烦恼啊，惊讲即道选举的结果也真正选出吼，毋是忠诚台湾的政党出来，
哦，遐在野党毋是忠诚台湾政党，甲中国高高甜，我都划清界线的政党出来的时阵，安尼台湾的民主会无伊袂？这是咱民主转型期出现一个最大的问题。第二，台湾的选举制度其实不利于小党，啥那是因为咱是单一选区两票制，啥物款会使改会使啦。因为咱过去吼选举的方式对毋对？太个人主义，咱并毋是即个选即个政党，啊以及着政党后壁的代表作为主要的选择的方式，吼。倒底着啥货呢？倒底着，你讲吼，头拄过2趴，咱会使提名10名的即个区域的，吼，会使免提名就对，无毋对。但是问题是，你也无提名区域的，有当时做爱选呢，因为你无红仔面呢，你无红仔身呢。对，因为伊毋知影政党选政党是啥物货。到现主时，其实台湾人民更毋知影政党票偌济呢。阮伫中南部偌济人，更毋知影啥物叫政党票呢？迄是完全毋知呢，党票是啥，就是毋知影。伊毋知影佫有第3张啊，因以为着投2张尔。所以我意思是，其实咱的公民教育，对政党即个政党票的即个教育不足。第二，咱的选举制度，你讲要安怎做，足简单的啦。其实做一个改革，台湾的民主制度、民主品质、民主的政治文化，绝对会大大提升。安怎讲？咱只要将113席的国会议员的席次，区域的甲不分区一半一半。如果咱有法度来切一半一半，我甲你讲，表示讲咱有一半拢是不分区啦。我嘛认为台湾是国会，因为咱已经有大多数人住6都啊嘛，大多数住6都的话，因为迄个全球化之下，地方自治拢会提升嘛，所以其实咱有做侪政治民生问题，伊迄个地方上的解决啦。所以呢，咱如果有法度变成一个较国政性的即个国会议员，就是国政性的即个议题，全局关照吼，安尼落去看的时阵，你家己看哦，一般的即个不分区的议员立法委员要产生不分区要参选的政党嘛。你去看欧洲的内阁一个迄个政党辩论嘛，这个时阵咱会产生啥？逼台湾的公民面对着选一半的不分区的立法委员的时阵，就是爱政策辩论，伊就产业政策、劳工政策、妇女政策、两性平权的政策，甚至地缘政策等等国际政治经济情势，然后美中台关系拢爱去辩论。这个时阵公民意识嘛会提升。第二，小党的这个辩论内底，阮就真侪曝光的机会，阮就真侪有将阮的理念宣传出的机会。安尼，阮是毋是最大的机会？是因为选举制度倒底着，阮其实机会无好生存嘛。亦是吼，你这个讲法吼真好，阮嘛有准备讲吼，德国联邦议会选举制度，咱小可规趴来讨论吼。我也先甲你问题，我问你啦。譬如讲啊，苗栗的山线甲海线啦吼，咱敢若会当选一席，如果若是拢减一半，吼，敢若会当选一席，敢若山线甲海线要像是区域的，吼，像是不分区的。有可能就不只是苗栗安尼，因为安那你毋知影，因为过去咱这牵涉到啥？咱的迄个区域的立法委员其实是爱配合着咱的国土重新规划概念来结合。因为台湾现主时的国土的规划，对嘛？过去就是因为直接升格嘛，直接升格嘛，所以倒底着迄拢是我认为政治的迄个分赃啦。所以迄毋是真正有国土规划后壁做。这样嘛，牵涉到真济吼，咱小可来讲，我先来问吼，叶莹吼，你有赞成讲不如？虽然讲你即马看起来比两党较大啦，吼，你讲赞成讲要来合起来无？其实是安尼，拄仔主持人有讲到讲吼，大家各个小党是毋是应该合起来？但是我感觉，与其讲去讨论小党爱合起来无，应该是讲咱台湾都是因为有一个民主制度成熟的民主的这个制度，所以讲佮有这个环境，咱才会当看到遮尔济无共款的小党，共一个时间出现伫共一张的选票。那以阮时代力量来讲，过去像拄仔主持人提供的资料，阮过去摕到是7.75%的这个政党的这个得票数，所以讲阮的委员即马有3席现任的委员伫咧国会内底。那阮所坚持的这个价值，咱坚持的这个政策的方向，那包括讲咱的委员伫咧国会的表现，大家是有目共睹。所以讲，阮已经是咧行家己的路，有家己足济的坚持。那即摆若讲要去甲别个政党来结合，那人嘛无一定有认同咱的嘛，咱嘛无一定讲甲别人的是一定会当配合甲完全拢无意见。像拄仔主持人嘛讲嘛有可能会相搭啊，但是无要紧，咱若是有伫咧无共款的议题，譬如讲，阮即届有提出足济的政见，这是咱的基本的价值，阮基本价值，阮想要追求的价值。若是讲有别个政党伊嘛认同，安尼未来咱入国会了后，若是有机会来合作，我感觉这嘛是小党合作的方法咯。就是讲，我哋用政见来处成，
吼，啊，你若买卖就是安尼。咱就是看证件，看伫国会的表现。那你来甲阮时代力量来肯定，你这票就转互咱。啊，你若是感觉别人的证件好，咱来比较证件，咱来比较咱伫国会内底的成绩单，看啥人的表现好。啊，以阮时代力量来讲，即届阮是最有信心。阮伫优秀立委的评鉴，咱是全力打。阮干那三席，但是阮三席都入面前10名，所以我是对咱的表现是最有信心的。所以大家烦恼讲，即摆敢若时代力量敢若稳破去安尼。所以都是爱继续拼，爱继续拼，继续拼，继续。我共款这个问题，尤其头仔业者讲了真一套道理，就是讲，即摆台湾还佫卡伫即个民主转型即个困境内面，所以大家看的就是讲，我选恁敢是是毋是台湾队，还是讲是毋是即另外迄队，吼？啊，恁必须要做即个表态，才有通啊徛伫大多数大家目睭看会到的所在。敢啊安呢？恁家己，恁即马嘛有竞选活动嘛吼？恁竞选活动的时阵，选民同恁啥物反应？讲你是毋是台湾派？敢会安尼问？是袂安尼问啦，啊，毋过阮家己嘛会家己来讲，阮家己是支持台湾主权的独立，吼，因为咱的民主一定是咧台湾主权独立的前提之下才会有的。啊，因会甲你讲，啊，你就效率。其实阮有无论拍啥物议题，拢有人讲阮小绿、小蓝，啊无嘛小白，所以遐声音拢无要紧。就上重要是咱民主的社会，都是继续对话、继续讲话，啊，互相了解，啊，咱咧坚持咱爱做的代志。因为我知影吼，小党想要入去国会内底，真正足困难的。啊，毋过阮一直相信，因为阮大家拢是妈妈，阮的囡仔嘛生咧台湾，阮台湾囡仔大汉了后嘛是继续住咧台湾，所以阮为着囡仔徛出来，阮嘛相信讲。咱困难的代志，咱都要老实来做，啊，豆豆做，因为阮都是囡仔的帮。安尼我即摆互你一个机会，譬如讲，你要来拼即个民进党头一名的不分区林静观即个基金会即个执行长，恁的证言甲伊会当做的，恁会当做？我即马爱入去国会内底才有法度，啊，毋过内底，譬如讲，阮即届政见内底吼，阮的政见甲因的政见都有小可无共款，因为阮是小党，所以你会发现讲，阮的政见甲别人的政见无共款，因为阮才照顾迄少数的弱势的族群，譬如讲，咱的是亲子育儿，还是大麻合法化这个议题，吼，阮有。小可无共，大麻合法化可能是绿党会支持，啊，毋过阮较支持大麻除罪化，啊，譬如讲，除罪化，我们是合法。对，好，啊，就是不要进去自由市场嘛。了解，现在互你讲。对，啊，佮有譬如讲大麻啊进入医疗化这样子，阮会想法讲，敢有可能会当是公卫化，就是讲它应该要更妥善的这个管理啦，吼。啊，另外我们也有在想说，像我们特别关注都是犯罪的青少年，吼，啊，佮有。儿童人权这个观念，阮有足侪想法，就是讲，譬如讲，咱大党提出的儿童人权、亲子育儿政策，时常拢是讲，甲阮看生囡仔了后，就是甲阮看作，阮爱好好照顾。啊，阮加班的时阵，囡仔去幼稚园有法度，老师会当延长工时。啊，毋过事实上，对阮亲子家庭来讲，阮需要的毋是延长工时，而是讲囡仔幼稚园，爱延长就是托育的时间。哦，你的意思讲大党咧想的迄个代志，也是甲囡仔拢放在你的手。对，啊无就是放互学校，吼啊，互阮工课时间搁较长。啊，事实上咱亲子家庭需要的是，咱真正爱顾生活、顾品质。咱知影讲生一个囡仔，请养一个囡仔大汉，毋是一个月互阮8,000块，阮就会做安心啦。阮会烦恼讲，阮去学校的时阵，囡仔有好好去对待无？啊，老师敢有人权的观念？伊敢会讲好好啊，甲阮仔囡仔讲话，还是讲强制喂药，这拢是阮烦恼的嘛。所以讲，阮的观念是讲宾馆是讲无论伊是囡仔、老人、移工，还是啥物人，伊来即个社会台湾大了后，伊会当受到好好啊对待无？吼，所以阮有足侪政见，拢是因为阮即个政党有足侪阶层的人，譬如讲，阮有单亲妈妈，啊，阮嘛有移工的家庭、新住民的家庭，啊，阮嘛有大学硕士的教授，阮嘛有劳工的家庭，敢若高中毕业的妈妈，啊，这个人安怎做伙讨论政策？因为阮拢生咧即个土地顶悬，所以阮会拄着
各种无共款的问题。所以每一届拄着问题的时阵，阮就甲伊讨论，想讲为什么政策会安尼，互阮的生活会当变安尼？安尼有啥物方式来改变？所以阮的政策就有时阵大所以家咧看。歹势，我必须来给你拍断吼，就是讲，你感觉讲你满北的理想，是安怎？大家拢无听到，是啊，是啊，卡着，还是恁的无钱，互恁通好地书着讲，恁的证件无法度安尼一直放上，一直放上，一直放上。嘿，有两个啊，一个是讲台湾的人民吼，敢有听政界的习惯，吼啊有平常时就咧讨论无？啊，第二个就是讲。咱的天下杂志几年前伊报道，顶悬有讲过，讲台湾的民主是用钱哭出来民主。咱一届选举就爱开7个小巨蛋的钱，所以咱小党开的钱无法度遐多的时阵，大家可能连听都拢无听过阮。譬如讲市场调查的时阵，咱的选民讲哦，我要转互小民参选500联名，迄市场调查的人讲，迄啥物迄啥物，连因家己拢唔知影有偌济党参加即届的选举，吼，这就是咱小党。真正困难。讲了真侪问题啦，对。但是我听到就是无钱是万万不能。阮就是大家拢徛喺路口，啊，阮生活内底就厝边隔壁一直宣传，因为即种较老实，嘿，啊，豆豆啊讲，每拄到一个人就豆豆啊讲安尼。好，来，即个你头要讲即个恁的大麻吼，互你即个机会来澄清一下。这就是小党较困难的所在，就是因为无钱，咱无通宣传嘛。所以讲，你看咱大麻议题，连其他党的那个候选人可能都误解了我们的主张。你讲我清楚。阮讲我清楚，阮台湾绿党讲大麻是讲除罪化，施用者的除罪啊，除罪不代表讲不出力哦，是讲阮安怎用较经济较有效的手段去处理这些使用者，因为成瘾那是一种生病，是一种疾病。咱需要的是送因去病院，毋是送因去坐家，坐家是无法度治疗一个破病的人。阮即摆是讲除罪化，大麻除罪化，啊，搁放宽医疗大麻的适应症。毋是讲这规片，这塑胶啦，免紧张。这是，啊，你看我澄清，塑胶这是塑胶，这是塑胶，这是塑胶。塑胶呀吼。这种毋是讲这种大麻，是讲用大麻素做的油啊。哦，即摆适应症就有一项，而且非常的难拿，而且足贵的，啊，让这些罕病的家庭无法度嘛。哦。无法度负担。所以讲，阮希望讲，其实有更多人需要这个药，那我们可以放宽这个适应症，让他不要到黑市去买毒品来治疗家己的问题安尼。是。这是所以讲，小党就是安尼麻烦啊！你看，无钱通宣传，咱的。但是你认为是，我心慎己必有，我就无钱嘛，不要紧，敢是？就是。我听你传，无钱实在是足麻烦的。无钱足麻烦。咱即马这届台湾保证金吼，真正无钱啊！所以讲，手板没做，啊，阮就有做这，啊，卫生纸歹势内底，本来讲来做。恁到目前为止开偌济钱？保证金160万，啊，剩阮差不多传200万。哈，差不多。这200万是安怎扣来？就是3000、5000、1300、1000、2000。500块、300块安尼扣来。安尼嘛是有超过千外人、万几个人有注意到恁咧讲啥物嘛？就是讲，进前阮有欠去，前4年有欠钱。有欠钱。我讲好，后届4年后唔免提实习立委啊。咱这届就是分4年豆豆欠钱安尼，都没有拿大笔的啊。所以讲这届嘛无看榜，嘛无广告，就是无钱。是。亦是吼，咱来看这个德国联邦议会吼，因这个连立啦吼，连立就是讲吼，你嘛是共款2票，一票投区域的这联邦议员，一票投政党。那最重要是吼，社区的分配吼，政党得票数吼，比例分配到这个社区，但是要扣除到各政党区域的当选人数，那有剩呢？就依照吼，大家人拢来选的，来比例来选。啊，但是有个人想讲，啊，我就本来开就选得真好，那中起来，我本来会当我来讲，来，咱来看哦，看下，如果若超额，那是社区吼，目前符合着政党得票比例吼，可能超过原规定的598席。比如讲，某国会吼，总共100席。
某一个党在政党得票率就9%，应该分配9席，但是区域你有10席，所以第加1席会超越的席数。是，你认为这个方式敢有适合咱台湾？我先讲一下吼，其实不管是德国的这个叫联立制嘛，日本叫做并立制嘛，吼，不管你什么款的制度，其实后壁拢是一个精神，迄个精神就是要将选民的声音公平反映入国会内底啦。所以每一个国家伊有可能家己的设计，所以我的意思是讲，咱要参考日本、参考德国，要安怎去参考，其实不管安怎，就是讲甲精神刻定了，什么款的声音，互咱公平会使国会内底来呈现出来，吼，代表人民的这个声音，袂使有一寡人的声音无伫国会内底啊，比如讲独派的声音，伫国会内底长期无存在，这是袂使啊。来，讲到这个，咱掠到以后壁这个制度的后壁叫公平，我想咱大家拢知影，台湾的选举叫公平、公正、公开。我借问一下，台湾的选举敢有公平？有钱的人挂遐尼侪扛棒，你为地方地上的选举，哦，阮高雄的扛棒是挂偌济呢？迄有诶。挂几百地呢？啊，咱啊挂2地、3地，伊遐尼侪钱，吼，啊因挂半年、挂1年，咱挂3个月，结果搁互嫌讲，啊恁是选真啊选假的啊？啊意思是啥？拢咧看后壁拢是钱嘛。啊我讲一个，好，如果是安尼，这叫做无公平啊！这是无公平，选举叫公平、公正、公开，安尼这有钱的人就较高选就对，所以毋才会变成政治的第2代、政治代、好野人。富二代带政府2代垄断着台湾的政治，所以平凡家庭的囡仔其实无参政的资格啊。平凡家庭囡仔，伊无背景的人无参政的资格呢。所以咱的选举权其实某一个程度有被选举权甲投票权，咱的被选举权去用剥夺去啊嘛。所以为公平来讲是足无公平。所以我举一个就好啊，就知道日本迄个产经新闻的即个咱的台北的即个支长石坂民夫。伊就讲啊，日本是安尼呢，一个候选人甲一台宣传车呢，看板无的啦。某一个时间规定的时阵，某一个地点才会出现。是啊，所以我意思是讲，你只要甲这物件，这个叫做游戏规则。伊这个要安怎去个游戏规则，你甲制定好，你甲公平甲伊掠入来，我甲你讲，阮绝对有机会。我无相信啊，因为咱爱互人民公平去听着这声音，正因听着大党的声音，听袂着咱的声音，就是后壁是钱去讲出来嘛。安尼情形之下，有人甲我讲啊，真已经有迄落啊 social media 啦，自媒体，但是足歹势，真拢甲你降触钱，对毋对？真嘛是爱用钱去讲，嘛是爱宣传啊。所以我的意思是，选举都要变成啥？选举都要变成资本主义的金钱的游戏。所以伊迄个情形之下，你讲钱要为倒来，一定是财团啊。所以台湾的政治哪有可能理性的讨论？再加上台湾，佫无法度确认台湾所有的政党拢是忠诚台湾的台湾党。所以台湾基层是安怎扮演这个角色，就是要大家讲，台湾需要一个忠诚台湾的在野党。所以首先，阮要找合作的对象，阮拢会找。其实阮革命有足侪政治团体啊，台湾独立建国联盟，因可能毋是政党，但是甲阮革命啊。伊嘛是阮后壁迄个啊，比如讲台湾南社，阮有本土社团，真侪拢甲阮支持啊。这其实嘛是政治力量，嘛是政治性的社团。因可能无正成政党，但是咱拢不断咧革命当中。你只要互因时间，制度上公平，我无相信台湾人听袂到较好的。明明有较好的解答，只是这声无法度出去嘛。所以台湾的现主时的民主，其实今日要死局嘛。今日要死局的时阵，台湾人佫选了真落场。我大家报告，今年啥选情遐尼冷，足简单的嘛。因为台湾人其实这几年选遐尼侪摆，选举选遐尼侪摆，生活改善的嘛有限，对毋对？看来看去就是哪里个恶斗，再加上中国对咱的认知作战。所以迄个当中人民就愈来愈冷感，这个代志在中国上介意。所以你知影台湾这民主制度用要巧伊啊？所以我其实甲意淫有一寡无啥共款的想法。台湾的民主并无成熟，台湾的民主现主时，咱的民主制度随时有可能互阿强的后壁利用咱的民主制度，甲咱台湾客转去。所以首先，台湾拄着一个物件，爱先互咱的民主制度，敢若一支菜刀，生的菜刀，重新爱甲磨互伊来，安尼咱才有法度替台湾人民找出较好的，包括欧巴桑联盟，包括绿党因所追求的社会议题。所以基层其实甲因有一寡无共款的所在倒位，就是讲首先互咱民主制度重新互伊来起来，了，咱用这支来的菜刀来追求未来较好的菜色嘛，就是利用着这物件追求较进步的社会嘛。会济啊，你睇下讲吼真济。我问你，这个制度改变爱对倒一个机构来发动？国会。是咯。一项物件。毋就叫做揪出第三害。
啊无，我甲你讲，有可能是安尼，你要叫吼，迄个敢若迄个啥，迄敢若要练此功，必先自宫，这困难嘛，吼，对不对？是咯，吼，这困难，科学宝典可能无爱练，但是你要知影呢，迄个时阵其实2005年，今仔是安尼变成这个制度，迄个制度就当初是有人民感觉咱是国会减半嘛。吼，咱有迄个人民的迄个社会力量发动了国会减半，啊，再配合着政治力量，都变成今仔日的国会减半，单一选区2票制。但是我跟你讲，迄个时阵咱找唔到解答，所以迄个时阵你会看到啥？其实咱即嘛爱人民发动一个重新制度、选举制度的改革，啊无台湾的制度，台湾的民主绝对到现主席就巧伊啊。来，叶兄，伊他讲伊不赞成，啊，你的意见呢？小党本来意见都常常会无共款啊，这嘛是为虾米咱在座有遮尔侪政党？拄仔主持人讲到一个真重要的一点，这个改革要为倒位开始，就是国会嘛，大家拢知影，拄仔大家异口同声拢讲出国会，所以咱入去国会了后，咱即马选举的制度就是，阮拢知影讲。外国不管拄仔讲到的德国、讲到欧洲、讲到日本，咱即马现主是即马的台湾的选举制度，就是生做即马即款。所以咱上重要是咱入去国会，咱一定爱坚持着咱的价值。譬如讲啊，拄仔讲到选举足开钱的，非常的开钱，开足侪钱，然后看板挂到世界拢是。但是虾米人咧投资遮个候选人？遮个候选人背后，伊后壁的这金流是为倒位来？所以咱时代力量嘛有讲特别去讲到一个政策，就是咱要铲除黑金政治。咱拢知影，各大政党拢有一寡，你若查新闻，拢看会到奇奇怪怪的人咧甲因支持。譬如讲啦，有诶迄个金主，吼啊，可能佫有甲啥物枪案、佫啥物弊案、佫绑做伙。咱就知影讲，因为这利益输送，譬如讲，伊为虾米伫咧选举进前，伊要投资遮尔侪钱伫特定的候选人。这吼，甲头仔叶姐讲的拢差不多相相啦吼。我要问的是啥物呢？是讲你认为？要爱国会来发动这个改革，你感觉有可能吗？所以咱就爱互更加侪本来无甲遮的利益绑做伙的小党入去国会，咱才有法度来改革。啊，这就是个totality啊！阮继续拍拼，阮三席有党团，咱继续拍拼。咱嘛真希望讲，咱的立委的席次会当愈来愈侪。因嘛是要想讲，要入去甲你斗相共啊！啊，你嘛爱甲放下，唔通啊放下去，恁才有通啊斗阵入去改革啊！我即摆的问题就是讲，你要穿一个衫，啊，这个衫无爱烫起来，啊，你问咱来剪要来改，迄个真麻烦呢。啊，就体制外，啊，佮有其他的方式，当救济无？哦，这是头一个啦，吼。这我来先头讲，而且我头一开始节目我就讲啊。今仔邀请4位来4个党吼，其实还佫其他10几个啊，在门骹口嘿，佫想要入来咧。啊，阮咧选4位吼，毋是阮凊彩选，就是各位拢有特殊其他的政见的坚持，不管是政治、文化、历史还是啥物，拢有。但是这种方面，我头一开始所问的就是讲，咱也知影其实吼有的政党改选啊，比如讲社民党。伊就变做即马，社民党即马无去啊。这民进党啊。哦，啊即摆各有这个党吧。有啦，有啦，啊佫有，吼，但是声量较降低，啊有诶走去民进党，吼，啊譬如讲咱时代力量诶嘛有走去民进党，啊基进诶，台湾基进诶嘛有走去民进党诶，吼。敢若无呢？不，到现主席还袂。即摆是，即摆还袂入去啦，即摆入去啦，吼。啊，所以即种现象吼。我今仔早起的时候，我来讨论讲，敢有一种方式讲，这叫做 Machiavelli 吼，就是马奇维利的方式。我先入来这个党，吼，我一来这个党吼，我来主张我的主张，我变做恁的不分区也好，我变做恁的区的立委，我摕到权力了，我安怎？这种路径的，这叫做行这个弯路吼，入去，也是讲我用这个小党一直坚持，一直吐，因为头拄我听起来是。恁拢想要一直坚持落去哦。这阮是差后壁面迄个啊，都是阮想要坚持行家己的路，因为阮知影讲政治实力吼会培养，其实是需要时间的。阮到目前应该是还无候选人走去别个党的。啊，毋过我感觉种这真正是台湾选择的问题，互咱小党真正足辛苦。所以阮逐工踮遮有政党以来，每一工拢感觉讲哦，理想真正。互咱足散的，就是真正足辛苦的。啊，毋过咱若是无爱坚持落来，咱就会最后变做，譬如讲，有的人本来咧立党，啊，基进，啊，无就是时代力量，可能走去拿力。
白嘛拢有，吼啊，这是足可惜，因为我认为讲咱每一个党拢有因家己的政治人才，啊是为虾米后壁面会互因走去别位，无一定是原本的政党有问题。有的时阵是真正小党要来拍拼的时阵，因就无啥物机会会当真正入去国会还是议会内底的时阵，因咧想讲安尼讲有啥物方法，所以我嘛感觉安尼足可惜，是等于讲咱小党培养咱的人才出来，之后搁爱烦恼讲因敢会走去别个党，安尼，所以我感觉真正是选择有足侪的问题。啊，阮大概一直讲。一边来算即个台湾民主的选举的游戏，每一届，啊，毋过另外一边，阮就是做改革，然后一直去抗议，为保证金，阮想要改变，中选会一定讲几啊年啊，一直咧拍官司，啊，一直拢无法度处理，啊，其实咯，台湾有民主以来已经修法，中选会修法已经修过35届以上啊，所以毋是袂用处理，是有人要处理无？啊，我认为讲上大责任都是拿立法。这三个政党，因为因有权利要决定，吼，咱的选举的规则会当改变无？恁敢有向选民来提出这个关键的所在？讲，阮就是没钱，阮要来促进这个选制改变。恁敢有甲这个选民来宣传这个物件？对，每一届咧路口的时阵，大家嘛是爱安尼豆豆讲，啊，每一届会当上电视的时阵，咱就继续讲，啊，无就是咱爱开记者会。到目前为止。面对面的选民有互恁 feedback 讲袂歹。因拢会足支持，拢感觉足热情。啊，毋过遮足棒的哦，台湾需要恁，啊，遮足棒的会当转成选票无？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伊甲你讲足棒的啊，嘿，对。啊，无转落去。因为台湾人咧投票的时阵有一个心理的感觉，就是讲我嘛是惊我投互你，结果你若无调，啊，若是无3%无5%，我这张票会浪费去无？伊就有这种烦恼啦。你认为这有用无用，就主宰着台湾人投票的心态？对。但是我相信全世界咧投票的人，真侪多数人拢是安尼想咯。对，所以阮大概，啊，毋过我感觉吼，即届选举的时阵，阮有感觉讲，就是讲合作那个议题有讲的，大部分的人拢毋知影政党票是啥物，毋知影家己有即张票，啊，搁大部分的选民毋知影原来伊做讨厌拿力，啊，毋过原来因每一年摕2亿外的政党补助款，吼，啊，这嘛是阮感觉讲这。咱的选举足奇怪的所在，因为这叫做政党补助金，啊，毋过政党补助金，咱补助大党无上限哦，啊，补助小党，哦，真正做小气的，伊规定是3%嘛，伊为3.5%变做3%。头咱讲过嘿。对，啊，毋过其实德国、法国还是日本拢是0.5%、1%。就开始补。对，啊，这会当支持咱小党，真正才长得大嘛。啊，真奇。这个我们有经验啊，绿党有经验啊，除了讲头拄仔可能笑讲。一直以来被笑说绿党跳板党啊，很多以前的党员去民进党嘛是做立委啦。那但是这个方面，我就在想讲，我们今天要当立委是为了要当立委是目的还是手段？你做立委，你还选掉这件代志是目的，还是你的手段？你的手段若是要保护环境，绿党环境嘛，对不？安尼第一步可能就要像朱喜麟他都要讲的，你要进到国会，你才有法度去改变嘛。所以讲，阮以前有一寡党内同志，确实。加入民进党嘛，是去做因的不分区，从以前。听起来敢若以早就因来吼，家己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感觉咯。毋过是嘛是去做环境议题嘛，以前余婉如嘛，哦嘛是嘛，陈曼丽，这确实都有做环境议题啊。好，那但是咧，不分区有一个问题，就是讲你若是不听党意，我就给你开除。所以讲这是小党有啥物存在的必要？啊，他拄仔嘛是讲跟民众说啊，怕选票浪费，阮有一步啦，供大家参考。阮就准备那个捐款 QR code， 阮就讲好，你感觉你投票互绿党，你的票会浪费。啊，毋过迄补助款一票1年是50块，啊4年差不多200块，我跟你收利息来捐500。你支持我嘛？你支持我，你支持咱提出的政见嘛？因为咱的政见就较比较小众、比较激进一点的。
一样，它环境方面的比较。你是激进啊，但是伊是激进。伊是激进，基本而且进步。你是阿邦嘎啊，人伊是基本是激进啊。文武功下面，像我们这次有提跨性别女性做候选人嘛，像这种啊，很多人都支持啊，对啊，但是说啊，你们顶盖2.4%，啊，这盖无3%，你若无补助款啊，我讲啊，无你即马。你若是要转互民进党袂要紧，你若是要转互国民党还是转互啥物大党拢袂要紧，来500块先捐进来，你赎罪券。阮就是靠这波4年欠这200万的。哦，就是安尼来哦。是头拄讲到迄个吼，我先甲咱即个玉荣讲者，有啦，恁欧巴桑有一个来阮基进啦，阮台中的东部的执行长杨新义吼是欧巴桑过来嘛，吼啊，所以其实甲欧巴桑，阮有诚侪共同的迄个朋友了对，所以原来有迄个。啊，我其实是要讲的讲吼，其实吼。应该讲的讲，比如讲民进党个人哦，邀请我个人咯。我16年、2020年连续2年嘛，拢希望我做因的本区啊。哎呀，咱嘛是甲伊洗脑啊，啥呐？是因为简单的啊，你台湾需要一个本土忠诚台湾利益的在野党，咱真佫无爱催生出积极在野党，安尼台湾的定期改选就定期来面临着有一群人一定会惊讲，佫选唔着，选着咱无介意，甲中国高甜的，安尼台湾佫会蒙国干袂？啊，阮囡仔还袂有投票权的后一代，伊的台湾人身份就失去袂。而且因为咱无法度证明伊是忠诚台湾的在野党的时阵，伊做在野监督的时阵，比如讲迄时阵伊咧探讨中国的疫苗预防车，要入来到台湾的时阵，伊咧探讨台湾人无疫苗的时阵，预防车人住的时阵，到底是咧替台湾人民忧心，无预防车人住咧烦恼，还是咧替利用着台湾人民的忧心，要甲中国预防车入来台湾，咱嘛唔知影。所以台湾的民生甲社会问题，拢无法度认真、有效、理性的讨论，就是因为台湾无忠诚台湾的本土坚定的在野党。抗中的在野党是安尼嘛，所以台湾其实民主最大的这个问题，咱今仔无法度有效的讨论，包括真侪社会议题无法度有进展，其实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基进就是要扮演这个角色，要改变。啊，你讲有无？有啊。基进过去恁拍11年前，我倒来到台湾的时阵，基进嘛无存在啊。行到2020年的时阵，咱3%几的时阵做一件代志，有人甲咱讲，哎哟，恁3%几都无过5%浪费去，我真袂歹势呢，哪有浪费？3%以上，迄年的大年初三，阮就到街头去进行修炼罢免韩国瑜啊。拄开始罢免的时阵，偌侪人甲我讲，一起，这袂过啦。中华民国历史上吼，这要这个吼直辖市吼，县下市的这个市长罢免，这无啦，唔通做袂到，人者就好，表演者就好，过场就好啦。我讲真袂。这威胁阮高雄发展绕跑去选总统，选袂转来，啊出来佫继续要甲咱糟蹋，阮当然袂使啊。所以咱就认真推动，有过无？会过嘛。所以爱拼才会赢，毋是会赢较要拼。结果选举的时阵就拄着一个问题，会赢袂？会浪费袂？我借问者，对阮基进来讲，阮内部拢非常清楚。2014年甲柯文哲落合作的时阵，台北市赢，但是长期看落来，咱创造一个有可能未来危害咱台湾政治民主。以及着甲中国之间的关系，一个政治大怪兽，我认为柯文哲，阮的政治主张是安尼。好，你长远看起来，迄场赢，迄场选举赢，但是长远看起来，咱是赢还是输？因为咱创造出一个后来无法度收拾的政治怪兽嘛，政治问题嘛。所以有当时啊，爱看讲你是用什么款标准看会赢袂？啊，搁有，像咱定定问讲西瓜派世界无遐尼侪人啦，我欧洲就无安尼，尤其荷兰，我举一个就好。我荷兰的时阵，还未离开进前，在年前，因有一个小党，但是因会使讲较极端小看，因就对移民做有意见就对，做反对的啦吼。迄个党对不对？自由党，结果我倒来了在去年啦选举啊，因变成第一大党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讲，其实迄个一步来，所以阮顶到过3%，即道就甲伊个贴者，有可能就过5%就去啊嘛，就入去啊嘛。啊，阮平时就甲真侪政治团体，虽然伊毋是政党，政治团体拢结合做伙啊。所以其实阮拢长个结合，阮嘛拢长个整合，嘛扣真侪即个优质的团体，大家共同要成就的，就是我讲的台湾忠诚台湾的在野党嘛。但是吼，我留一个问题，小等互你回答啦，就是讲，因为恁即个党的即个性质。甲其他的党的性质吼，相比较起来，恁的政治性较强烈，是吼，所以恁较好表现呐，吼。但是其他即个 diversity 的即种较要表现着即个文化社会多元的议题，就是应该较歹表现啦，吼。那么，我的问题就是，恁
有即个意愿要甲因来做串联结合着吼，啊，大家来小等，咱小等才来讲啊。但是这形容吼，你来讲，恁目前为止，目前为止，恁即马时代力量，我甲恁看吼，恁是我甲你讲，比如讲，恁是收到3亿外啦，是毋是安尼？阮即马是现任有30个委员啊，即对嘛？政党补助款，顶一摆4栋2020时阵，这3亿外嘛吼。就是按照恁我会当甲你问开了。我看选举是真开钱的代志，阮是嘛非常努力的咧募款，无人选举无开钱啦，讲真的。你嘛爱挂扛棒嘛吼？该挂嘛是爱挂，无都亲像拄啊有讲过嘛，你若无挂扛棒，人讲你选假。其实我分享一个故事，咱伫地方吼，富二代、正二代是真正就这。我家己伫2018年的时阵，都代表时代力量伫咧台南市竞选盐埕区的市议员。迄个时阵吼，我拄啊出来选的时阵，迄年我25、26岁，大家上爱问我一句话，就是恁爸爸是啥物人？因为因看一个查某囡仔、少年囡仔出来选，因无法度去想讲，这毋是啥物人的查某囝，这毋是啥物人有啥物关系、啥物人的新妇，所以我常常互问即句话。啊，这嘛是一个足好的案例，就是甲大家讲，以早咱习惯的是讲，即种正二代、富二代，你是代表一个人出来选，但是咱时代力量就是推出足侪像我即款无背景的少年人，真正是对咱的台湾的政治，对咱台湾的民主有信心，想要来拍拼的少年人。所以讲，阮无法度亲像原本的有的大党，伊可能伊就去吸收遮本地，伊就是地方上望族嘛，还是讲地方上伊本来有一个家己的背景的人，所以咱所有的候选人，讲真诶拢足善食，所以咱募款嘛是应该讲在场的所有的小党拢共款啦，募款真正是足辛苦的。但是所以我也是要甲你问，你3月开了未？这问题吼，我只有甲你讲，咱若阁有需要募款，就代表吼是开无够的，因为咱若是无需要募款的话，我换一个问题，你顶摆去盐埕去选的时候，你开偌济钱？哦，我伫2018年的时阵选了，迄阵我有一个证件，就是我选后会公告。所以讲，咱即马不，其实讲你去监察院查嘛有啦。我伫网络上，我迄阵总共是开210，但是这有含20万的保证金。保证金就是这20万你摕到总选会，我嘛甲算入来。190万要选一个直辖市的市议员，这根本是开有够省的，有够省的，有够省。欠人人情。欠人情是一定有，但是我讲真诶，咱选举无师傅，认真走就有。咱就算是无条仔骹，嘛有2支骹，咱一直去咱用真正落拼，一箱你选前上后尾一工，你敢唔感觉真绝望？其实袂咧，讲真诶，就算是第2届，咱真正我旧年即摆是2024年，2022年迄届是较无顺利，但是我感觉每一届的选举，咱拢是一直咧不断的去甲民众来对话，咱每一届咱听到的声音、听到的意见无共款，啊，咱都是尽咱所有会使做的，坚持甲投票迄一日。讲真诶，你嘛无目睭啊，你就是认真拼。阮毋是因为看到希望才坚持，是因为坚持咱才看有希望嘛。啊，但是讲真诶，小党就是较困难。你这句话真好用，真侪这训练业务员的时阵，拢用这句话啊。啊，其实讲真诶，百项拢共款，你都是爱坚持嘛。啊无你若感觉啊，遮困难，啊若莫做，啊无钱莫选，无人啊无另抓才过来，安尼你做啥物代志拢毋免做啊嘛。所以咱时代力量是真务实的，讲真诶，一步一脚印。咱该安怎做，每一工像即马选举剩无几工，每天routine的工课该安怎做，一步一脚印，按部就班，咱甲做好搞，做甲选举迄一工嘛。小党就是安尼，咱无钱无人就较拍拼咧。好，安尼吼，即摆剩10分钟，大家人把握吼，这2分半吼，因为咱公共电视绝对是公平啦吼。上后尾吼2分半吼，互大家自由发挥啦。吼，来，请。好。我感觉台湾是需要多元的政党，啊，阮家己认为讲吼，咱政治真正毋是一个人做名册，就法度改变咱所有的问题。所以政党的存在真正是最重要的。啊，阮这个政党，咱是台湾头一个草根甲女性的政党。啊，阮有钱无钱，阮拢咧培养咱的女性政治工作者，吼，希望讲伊会当了解咱的公共的议题，啊，甲伊生活关系问题拢会当提出来讨论，这才是真正的民主。所以，阮为民主这条路一直行过来，阮嘛相信讲，因为阮拢有囡仔，欧巴桑联名这个政党，
除了阮选一届了后，咱的囡仔佫会当代代安尼选落去，咱坚持行这条路，真正爱咱有台湾的民主政治内底有一个女性的超群的政党，因为全世界的政党几乎拢是男性咧决定咱世界要生啥物款的。啊，即马台湾已经是一个通婚通过的国家，对无？所以咱即马佫有机会有一个女性的政党，所以再邀请大家会当支持咱这个女性的政党，会当豆豆啊大汉。啊，当然，吼，你的选票是一个支持，啊，咱选择改变嘛，一定爱做，所以阮会继续坚持落去。吼，啊，另外我感觉讲，咱一定爱去思考讲，咱政治到底是政党，伊即个理念会当延续下去，还是个人诶？明星光彩会当延续下去，一定是政党的力量会当延续下去。所以我希望讲，咱政治看人的时阵，莫永远拢是看迄你水的，啊有你的缘的，会当看这政党的理念，啊真正去看伊的政策，啊政策甲你想法无共款无要紧，阮会当来做伙讨论，因为这就是公民的社会，这嘛是真正民主会当大汉、大大大汉、大大改变上重要的原因，阮会继续坚持落去。好，来，好。这边首先原谅我用那个华语讲。好，你讲。好，首先呢，台湾绿党啦，对1996年冲动开始，迄阵台海危机，咱迄阵的主席呢，就塞一架渔船啊，塞去海边，开到海面上，讲来飞弹我来接。所以说，其实对绿党来说啦，虽然我们不像激进这样子一直强调台湾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么常讲了，但是我们所有的政见都是建立在这个前提之下才能做嘛。我大家想看嘛，中国无人权啊，环境政策这恐怖的所在，无可能，阮无可能去甲因靠拢，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绿党这次提的是全部我们的不分区全部都是女性，跨性别女性。我们代表的其实是这些常常被歧视的、被污名的这些小众的，比如说跨性别者、同性恋，我们先不说了。好，现在仍旧还有跨性别者，甚至用药的人，食药的人啦，这种互人常常互人污名化的人，这种无票到移工，遐个无法度投票的人，佮有啥物？佮有动物，佮有环境，佮有咱的原住民，咱这届佮提名，这次再提名西南马菲夫，这次长期以来12年前就选过一次了。他在兰屿做核废料，长期以来我们做这些环境运动。绿党其实是一个所有台湾的 NGO 的环境人权相关 NGO 的一个平台。你要参与政治，那我们不可能阻挡吗？那就是绿党就是一个大家的平台。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其实大家都觉得绿党是不是？你就讲家己就是平台啊。我就是平台啊，对，所以讲就是歹选呐。大家嘛是爱去支持一下啦。啊，绿党不是民进党，拜托绿党不是民进党，这个最后要跟大家说。来，一姐。是，我想吼，台湾的民主转型拄着真大的结构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无解决的话，其实咱无法度像日本人共款。日本人其实吼，咱民主转型30几年啦，咱的本土全面执政8年，但是你知影，咱这几年的选举内底有足侪人拢真正袂安心。咱难道无法度像日本人共款，因呢无啥关心政治，甚至袂去你投票，因为各行各业伤无用嘛。日本永远是因的日本，咱其实爱提供这个安心感给台湾人民，所以需要台湾基进作为一个忠诚的在野的政党，徛在台湾，因为台湾需要本土执政之外，还有本土在野的监督，安尼台湾的民主政体、民主稳定，才会使来完成啦、完整。咱的民生问题、社会问题，嘛会使理性的讨论，降低掉这个定期改选、定期亡国感。而且佫有一项物件，足侪人讲国民党无倒，阮兜恁基进的国民党佫转来歹势。如果你也望国民党倒，伊要互伊摊平伫历史博物馆歹势。因为台湾的选民一定会喜新厌旧，就敢若讲食久食鲜啊，我想要换口味。韩国瑜就是安尼起来，韩流就安尼起来，所以国民党倒的前提就是台湾基进存在。当台湾人民想要换口味的时阵，伊靠有台湾基进去选服，国民党会使摊平历史博物馆。佫有一项物件，其实中共对台湾的选举的布局，用选战要甲台湾克落来布局，其实是2步。一步，伊国会内底将遐包括吴国昌、谢龙介，甚至韩国瑜这演技派，该送入去国会内底，刷来迄个国会一定乱糟糟。赖清德2024年如果伊选赢来执政的话，我会讲本土执政即将伫国会内底乱糟糟当中，造成着2028年国民党有可能班师回朝，迄个后壁面有可能就是中共的这个手就对啊。所以呢，这个政治
带领一个较好的台湾。中华民国台湾，伊只是中间站，毋是终点站，所以台湾基层一直要讲，选举只是咱的工具，政治是要带领台湾人民走向一个台湾是台湾人民的国家。最后我要柯文哲的支持者讲，其实台湾基层在年前就反对柯文哲呢，所以你若真正支持柯文哲的话，我跟你讲，拜托一个，谁那因反对，台湾基层一路拢反对，投台湾基层政党票会使买一个。详细看你的网站哦，来，一样。多谢主持人，好。上重要的，咱民主社会除了有这种嘛，一定要有监督。咱希望讲，咱国会内底有时代力量继续做一个专业监督，上重要的、最有力的监督角色。咱伫国会内底的表现，他一开始就有讲有目共睹的好。我们很拎3个委员，10个都进去前10名的评鉴，所以讲你这票给咱时代力量，你绝对袂后悔，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的一票。那伫时代力量内底，阮是坚定的、上坚定的台湾派。譬如讲，阮伫咧政见发表会的时候，阮的不分区候选人王宝轩、王宝山，伊都特别讲，阮只要入去立法院，阮是无可能去支持韩国瑜来做咱的立法院议长的。咱是一个坚定的台湾派的政党。那除了讲咱组权独立的这个议题了，阮嘛是关心真侪民生的议题。譬如讲，他拄有讲到铲除黑金政治，咱台湾的政治一定爱甲这黑金断开关系，是各有居住正义。各有交通安全，各有咱推动长照3.0，各有咱守护孩子成长，各有捍卫土地正义。咱的议题遮尔济，咱希望讲咱这届不分区的候选人，8个候选人个别都代表无共款的背后无共款的议题。阮有甚至有外送员，咱要争取咱的劳权，咱要争取咱的交通安全，咱要争取咱的长照社会。未来台湾就要进入超级高龄化的社会，咱一定有需要长照这块，阮不分区第1名议员，就是要替大家来拍拼。所以讲，阮是为老的、细汉的，所有你每一天行出去，交通安全咱拢顾相信哦，在座4位哦，恁希望恁拢有通啊入去啦，多谢，才有通啊共同来解决。是，好，感谢4位，好，谢谢，谢谢。